安尼其实线顶已经有一寡人时间嘛差不多我就先做一个简单的开场。大家好，我是林明英护理师。咱今仔真欢喜邀请到家己的豆腐册店负责人吴敏华来帮咱分享今仔日的主题。我的熟悉豆腐册店是去年底我去参加迄陈定波的走读活动的时阵，才熟悉豆腐册店的。我感觉其实足侪县市拢有即种独立的册店，搁咱云林县无，所以我其实嘛是真好奇讲，即种独立册店到底是咧创啥物呢？咱再来时间就交互炳华来分享你今仔日的主题。多谢啊！大家当叫我阿华就好吼。今仔日我是豆腐册店的阿华。今仔日嘛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介绍豆腐册店咧创啥。大家听这个名豆腐册店，应该会当摇着，伊就是咧卖豆腐甲卖册。一般可能咧卖册拢是配咖啡。为啥是阮是咧卖豆腐卖豆米咧？这是交我过去的经验有关系。我原本是一位工程师，生活嘛是真单纯，拢就是单纯嘛是就是伫公司甲厝安尼两边走来走去。做久嘛是感觉淡薄仔无聊。后来好佳在朋友招我去新竹的荒野保护协会，伊是一个环境的 NGO 的对啊，去遐上课，煞有机会来了解到台湾的环境甲农业的问题。迄时阵伫新竹的小里溪，这条溪的水头就是上游的部分有一两间面板厂，伊会排一寡有毒的废液样子，有染迄个下骹的迄个水稻田产稻啊拢有大，但是拢袂结果，拢是空包弹安尼，我就休息。这件代志就互我开始思考，讲咱人做的代志，甲遮的物件，不管是好的歹的，尾拢会转来咱的身躯顶。我咧想讲，工程师这个头路可能毋是我想要做一世人的工课安尼。我会想要做一寡可能对土地较无伤害的代志。后来就有机会去接触到用台湾种的豆仔来做豆米甲豆腐这个技术。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方式，互大家来关心讲咱家己食的物件，来关心这个土地发生的代志。豆腐呢，除了讲有豆腐这个外音以外呢，嘛有岛屿呼唤的这个意思。伫这个岛屿的人，还是动物，还是食物，拢是甚至是自然的环境，因为时代的变化受到压迫。遮无法度讲话的团体，咱还有看到，还有听到，咱要哪来回应因的需求？阮就想要用一块豆腐甲一本册来当做回应这个岛屿的方式。因为为什么用豆腐咧？豆腐就是一般咱生活中拢会食到的物件，是做通常的物件嘛，是做普通的物件。但是咱还有了解讲，做豆腐的豆仔是对倒来的，是安怎种出来的？用这个方式开始慢慢去了解，就咱了解着讲咱开始对交食的物件，交这个土地有牵连。看册，因为咱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有限，无可能啥物代志拢爱拢有法度家己亲身经验过。所以看册呢，咱会当看到无共世界、无共背景的人因的想法，甲因的经验，会当互咱扩充咱的视野就对。所以看册呢，就是咱开始交这个社会有熟悉，甲其他的人有熟悉、有交陪的开始。做豆腐呢，爱用到豆仔。阮用的豆仔有啥物特别？第一就是爱非基因改造的。台湾人真爱食豆仔类的物件，大家应该拢有感觉，甚至可能有的人一天3顿拢会食到。像讲会知影啉豆奶，下昼食
皮卵豆腐，啊点心要食一个臭豆腐，暗顿要食卤豆干，还是豆皮，啊都有用到的豆油啊，还是豆仔油来炒菜，甚至是杀去做饲料来饲猪还是饲鸡。大家通知影，每一档台湾大概用差不多200外吨的豆仔来做加工来食，还是来用。啊，这其中呢，九成外拢是品质无介好的豆仔，拢是基因改造的黄豆。就像这相片内底，安尼豆仔就是线线的伫这船舱底部，啊，对美国还是对中南美洲送来台湾。运送来台湾，啊，咱要对中间一寡品质较好的豆仔来做食的物件。啊，即种情形的是伫全世界真罕见。啊，虽然台湾有规定讲袂当种植基因改造的物件，但是咱却无规定讲袂当用基因改造的物件来做加工。所以差不多10几年前呢，有一群人，因就是来煽动这校园午餐飞机感，就是希望讲咱咧读册囡仔会当食到品质较好的黄豆、豆泥、豆腐安尼。嘛希望讲政府会规定讲，这豆仔类的物件要有标示清楚，讲是基因改造的，还是非基因改造的。所以咱即马伫像永和豆浆，还是伫迄个超商买豆泥、豆腐，拢会看到伊有写讲，这豆仔是用啥物类的豆仔来做的。这就是经过10几冬的迄个努力的结果。啊，落我就是伫安尼的背景了后，开始有一个用台湾的豆仔来做加工的想法。啊，除了阮用的豆仔，除了非基因改造以外，嘛希望是用台湾家己种的。是优先建造的方式来种的豆仔，安尼毋定会当支持台湾的农业，嘛会当支持用即种好的方式来建造的农友，啊嘛会当互在地民众食到好的物件，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土地好，对农友好，嘛对民众好。啊，另外豆腐有一个坚持，就是讲，阮无要做栽培，然后有要卖互在地的人。所以安尼，我就会当用玻璃罐仔来底豆泥，我就把罐仔回收消毒，啊，就会当一直得利用。啊嘛会请民众来准备厝内底的客仔来买豆腐，啊，希望会当尽量减少塑胶的使用。这就是阮对待土地的态度，嘛希望会当传达互民众。啊，除了黄豆是特别紧的以外，伫店里卖饮料用到的材料嘛是希望拢尽量是用台湾做种的。我的菜单就像讲这，拢会详细写每一种豆仔是对倒来送种的。啊，这茶像讲这红乌龙是来当农业的，啊，伯爵是南投鱼池普思园等等。啊，盐卤是带盐的，啊，布袋就咱盐重的，拢是希望讲，民众会来食物件的时阵，会当知影讲，食的物件是对倒来的。啊，阮菜单嘛会介绍讲，这饮料是安怎做的，像讲这冷泡的豆泥红茶，伊是放伫冰箱啊。爱浸1工还是2工，无共的茶，爱浸的时间无共，安尼慢慢互这个味会走出来，这茶味会走出来。这种做法的茶啉起来是真清芳，交煮好用水煮滚煮好烧，啊，再去冰伫冰箱来做凉的，啉起来感觉就是无共。所以我嘛希望讲民众会当知影伊。啉的物件是安怎做出来？啊，遮想要讲一个趣别代志，就是阮用的遮个茶，拢可能是，毋是阮特别去找，是阮可能去佚佗，啊，我无意外之中拄着的熟悉的，像讲咧鱼池的伯爵红茶，
是阮去带即个南投的真实厨房，伊是有菜单的料理，甲嘛是民宿安尼。啊，去带的时阵呢，头家就泡茶请阮啉，啊，啉起来呢，迄味感觉小可有熟悉，但是都想袂出是啥。所以伊讲，这是因朋友，就是在朴实园，伊种个红茶，啊，而且伊就是家己用佛手柑的皮去交茶做伙皮炒出来的。咱一般伫外口啉的迄伯爵红茶的茶包，拢是喷迄个佛手柑的香精，所以迄味足明显足重。但是伊这用佛手柑的皮去烘皮时阵的过程，这茶啉起来呢是足素雅的，有迄个淡淡的柑橘香气，甲外口啉的伯爵就是差足济。所以这个过程呢，阮就是希望讲民众会当知影，台湾遮有真侪好的农产品，咱会当来利用，买当来多多来支持。啊，想讲这做豆腐的盐卤，甲做豆腐的盐卤是用台盐甲伊布袋洲南盐场的。啊，洲南盐场呢，因是一个晒日头的盐场，因海水入来，用日头来晒盐。因为呢，无共所在的海水晒出来的盐卤的气味是完全无共的。我希望讲会当用家己在地的盐卤，互大家来豆腐食到遮的豆腐甲豆花的时阵，嘛是会当食到家己的风味，特别的风味。啊，想讲这豆花的汤水呢，阮是用台湾的种，伫后尾糖厂遐种的二沙甲红糖来炒过，所以食豆花啉迄个汤水的时阵，有会当食到迄个焦香味。虽然讲即碗豆花是无料、无红豆啊，还是绿豆，但是迄气味的层次是真丰富。下骹这个就是我用的黄豆甲乌豆伊的农友叫伫咖喱的苏龙炭先生，伊嘛种豆啊种几啊冬啊。啊，这是洲南盐场因晒盐的一个画面。啊，出来要介绍讲册歹势，啊，都有除了食台湾在地物件，嘛希望会当食到当季的物件就食到是。所以豆腐除了有豆泥红茶以外，嘛有水果豆泥，就是用迄个时阵生产的水果有特色的风味。有特色的水果来拍豆泥，像讲这是油荷包、奶汁，我会先拿8克奶汁挖出来，放伫冰箱冻做一粒像咱细汉时阵拢会食，把奶汁放伫冰箱做7粒饼食安尼。这油荷包冰迄个奶汁冷冻过，交豆泥做伙拍之后，就会变成像迄冰沙的这种口感。食起来是很清爽，适合伫热天的时阵来啉。油荷包嘛是伊的产季也很短，可能当几礼拜尔。有当时因为气候的关系，落伤侪雨，还是安那，迄年就无法度收成，还是量足少，可能就无法度做。我嘛是希望透过这个过程，互民众知影讲，咱遮的水果毋是像讲咱一般去食餐厅，见介拢是送西瓜还是柳丁，不管冬天还是热天，拢想讲遮的物件拢会一年四季拢会食到，其实无。水果的物件其实有伊的生产的周期甲时间安尼。都有民雄阿美往来，因家己特别去研发果兰花的往来，伊啉起来有即个花的香味，都有
豆泥的味。啊，另外这边的这杯的是这个就是百香果交豆泥去拍，啊伊啉起来酸酸甜甜，小可像迄养乐多安尼。啊，刷落来要介绍讲，店警车的原则是啥？警车原则其实标准就是交做豆腐的精神差不多，就是爱对这片土地甲这个社会有贡献安尼。就是我主要交台湾这片土地嘛是阮关心的社会议题有关系。阮相信讲，就是一个人啊，知影伊是对倒来的，他会知影伊要对倒去。啊，即几冬咱会看到真侪伫台湾生活的人，因对于台湾的历史，也是一块土地真青分。像讲前一阵，林宅血案的即个电影的问题，足侪人较知影讲，原来即个代志有发生。所以，阮今个册可能就是交台湾农业啊、自然环境，也是讲在地文史有关系。希望大家知影讲，咱遮个饭啊行的路，啊，即个社会变做即嘛安尼，是安那的过程。因为一个无法度了解历史的人，就想讲，亲像一丛无根的树啊，风若吹啊，心就摇。啊，心若无法度定，就会受到外口的煽动。所以呢，即马看台湾的册，就是对抗即个混乱时代上基本嘛是上有力的方式。我认为讲册店呢，毋但是一个读趣味、看好耍的册所在，伊嘛是一身窗啊，会当看到社会的问题，会当看到底层人的痛苦甲人权的价值。咱希望讲豆腐册店即间独立册店的存在呢，是会当去挑战一寡理所当然的想法。像讲，阮最近有咧办读册会，啊咧读《逆转婚姻》这本册。这本册是咧讲有啥物人的混，啊咧混是安那伫社会系统，也是伫文化、伫家庭的过程中来造成的。我想要透过对话去了解讲无共的人到底咧想啥物，啊希望讲册店会是一个互人安心，会当坐落来好好讨论，啊听别人讲无共想法的所在，啊希望讲即种面对面人看到人的讲话方式，会当伫即个网络真发达的时代，会当创造一种安心对话的机会，较袂像讲伫网络顶面的选民，拢想要活伫家己的世界，啊讲话拢真歹听，无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安尼。啊，搁有头拄仔无讲到即间豆腐册店的有豆腐甲册的部分，啊，我是负责做豆腐，啊，阮某是负责经册安尼。啊，因为即几冬阮某有咧做亲子共学即个班课，所以我嘛特别重视儿童人权、囡仔人的人权。我认为讲囡仔人呢，毋是大人的附属物，毋是大人的物啊呢，伊有家己独立的想法，啊，伊有家己的意志。所以，阮会经一寡绘本呢，要互囡仔知影讲，伊家己嘛有权利，啊，会当表达家己的想法。伊袂因为伊细汉就互看无，因为咱较早可能拢会互大人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就是囡仔人点莫讲有诶无诶，啊，咱囡仔人诶想法拢无互重视安尼。啊，即卖时代已经无共啊，咱会希望讲大人嘛是爱知影讲安怎尊重囡仔，啊尊重囡仔诶想法，啊有代志爱交因讨论，毋是讲大家家己就扮演决定讲要安怎，拢希望讲每一个囡仔会当有尊严的大汉。啊，另外性别的部分就是讲，因为我本身讲甲阮某就是女同志，
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知影过去大汉的过程中有受人安尼指指点点，迄种感受真无好。伫厝里可能交厝伫厝里无法度做家己的迄种痛苦，我有亲身过，行过。所以呢，我希望讲豆腐册店的会当做一个安全、互人安心的空间。所以我会紧一寡交多元性别甲女性主义有关的册，希望讲来到遮的人会当感受到即个安全的气氛，拢会当自在伫遮做家己。不管你是啥物性别，还是你介意啥物款的人，你拢是独特美丽，甲得到人温柔对待的。对我来讲，每一本景的册拢是一种回应，回应这个土地，回应这个社会，回应囡仔人的需求嘛，回应每一个受伤的灵魂。希望讲大家来豆腐册店，毋但是载一本册过去，嘛是载一份对土地的调查，对生命的调查。阮店办一寡讲座，主要拢交册有关系，还是社会议题有关系。阮希望讲用册来讨论一寡重要的代志。想讲这场新书分享，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活得像自己，安宁照护的争议。这是请一位谢婉婷医师，伊是在做安宁照护的医师，伊嘛是台南版本册店的头家。伊来这册咧分享伊照顾病人的经验，安怎人安怎有尊严来过了最后一个阶段。有的人认准讲安宁是好好离开，其实愈重要的是讲安怎好好活用上达理的方式去活，活到最后一口气。有当时人破病也是伫最后阶段的时阵，可能互插讲，也是无法度食物件，无法度食迄，感觉真痛苦，真无爽快。想讲已经无想的是无想达理已经是一个变成一个无熟悉的人，安尼就真遗憾安尼。所以这本册就是咧讨论，咧分享伊的经验，交病人也是交家属，来讨论讲，咱安怎互即个病人有尊严的活最后这段时间安尼。边这是伫今年2礼拜迄天，阮邀请嘉义周族的迄个劲敌受难者杜孝生因囝杜明哲先生是这位，甲困境中挣扎的作者王昭文老师来对谈，希望大家当愈了解嘉义2礼拜的历史。王昭文老师认为讲，白色恐怖上深的受害，就是互人甲人之间无信任，因为你边的人拢有可能是撩白啊，还是咧来甲你监督的，互人感觉这善良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互人无相信讲家己会当有自由的意志。这是伊认为讲白色恐怖，互这个社会甲这人造成的上大的问题安尼。杜先生也分享讲，因老爸因为这个受难的经验，互规个家族几啊十天的时间，交伊的故乡，交伊的周族部落拢断了。伊伫部落内底毋敢讲着因老爸因兜的人的名。因为发生这个代志，伊怎啊搬落来家己市区读册，伫学校可能都会互欺负，因为伊是原住民，学校的同学大部分拢是汉人，但是因嘛是因为交周族的部落嘛是无关系互
长了了，所以伊都毋知影伊到底是啥，伊到底是啥。另外呢，这下骹即条就是，即两本台语的话本的作者，伊嘛叫阿华来分享，伊甲因阿公甲阿嬷过去一寡趣味的代志。这阿公爸带我去读册，因阿公呢伫南投中寮咧种金蕉，所以呢手护金蕉安尼用甲乌乌一点一点，所以伊想要爸安尼。所以叫做伊拉号叫做阿公爸，用爸的即个形象来创作即个画本安尼。内底有讲着讲阿公会驶农用车载去学校，因为迄阵都细汉，才国小1、2年因的同学嘛都诚细汉，迄个关东咧差不多就是迄车的烟筒讲的关东，所以迄农用车迄拢会喷烟嘛。迄喷的烟也带去学校，喷烟就是拢会喷着因同学的面来灰秃秃安尼。另外阿嬷那边呢是咧讲，红台天的时阵，阿嬷带伊去山上采野菜，咧做防台准备。但是呢下晡呢，阿嬷煞雄走去纹眉，所以阿嬷已经几啊岁去纹眉，变做足摄拍，想要暗光照安尼，逐个人拢惊一跳。内底嘛是写足侪阿嬷虽然无读册，但是有真侪生活的智慧，会当互大家来安全的度过风台天。即两本画本呢，真适合大人囡仔做伙来看的故事。介绍互大家。介绍了册店甲豆腐以外，大家拢感觉开册店是真浪漫的代志。我前几工都拄着一个姊啊，伊伫咧问我开店的代志，讲伊嘛做想要开册店，讲安尼是感觉真舒适真趣哦，拢伫遐看册，啉咖啡，迄气氛真好。但是呢，实质上呢，开册店是真困难的代志，因为即摆的人看册真少，愈来愈少啊。而且卖册利润嘛真薄，所以呢，伫豆腐册店是伫2015年7月份的时阵开的。迄个时阵呢，嘉义都有另外2间有朗朗甲勇气2间新的独立册店。另外呢，伫民雄林威册局遐呢，伊是30档的传统的册局，毋过迄阵2015年的时阵，因囡仔更来斗3工，所以开始有一寡新的想法。阮几间册店的头家就定约做伙咧讨论讲，咧册店的哪会遮歹经营？想来想去，想讲无人要行入来册店看册买册话，也是咱着行出去，互大家有机会会当接触到册安尼。所以呢，阮后来几间册店的就组成嘉义舒适生活即个团体安尼，共同来杀这看册即个代志。开始呢，伫逐间的册店附近，找一个适合的室外的空间来办册店的市就是书店市集。想讲这相片的是进前豆腐伫北行街的时阵，伫后车头遐，伫附近有一个嘉义铁道艺术村，来看这树做大丛，都有草坡。拢是一个做素食的空间，毋过可惜呢，因为即几档家己咧做铁路高架化，都拢拆了除了伫铁道艺术村嘛，有伫像讲人对面的公园，还是伫勇气书房，较早勇气书房因的头前的路边有像个绿园道的空间安尼。也是伫人话附近的国小，希望会当伫无共的所在来办这个活动，会当拄着无共的民众。
互遮个民众知影讲哦，其实家己有几啊间诶册店，除了大家知影诶可能金石堂啊、垫脚石即种诶，嘛有真侪有特色诶细型仔诶册店。后来呢，阮嘛有交家己有一个台语诶剧团，叫阮剧团来合作。因每一当伫3月份诶时阵，拢会办伫民雄表演艺术中心，拢会办这草草戏剧节。阮伫戏剧节，除了有咧卖食诶、卖文创商品以外，嘛有一区是册店诶专区。除了家因即几间册店，邀请外地独立册店来做伙参加。希望就是会当互民众看到，讲每一间独立册店拢有因选册特色。嘛希望会当互原本毋知有遮个册店的人有机会来熟悉。这是迄阵有一个活动，用这锅盖来册扛起来，互大家去现讲这下骹到底是啥物册，会当扫起来看。希望讲有一个机会，就是来看表演的遮个人会当无场地看到一句话，也是一本册，伊是感觉有兴趣、真趣味的，会当互伊早工去继续看安尼。另外这是伫有一当的世界阅读日，阮伫嘉义制裁所，嘉义制裁所就是以前咧处理木材的所在，伊即马就整理好啊，变做是一个有真侪间迄个历史用木造的历史建筑的一个园区安尼，遐真水，所以有真侪游客会去遐翕相，嘛有真侪大人会带囡仔去遐佚佗，所以伫迄个场所来办活动的话，就有机会当接受到无共的人客安尼，互来嘉义佚佗的人嘛会有机会会当熟悉到嘉义的册店。因除了去林家边食小吃，嘛会当来册店踅踅安尼。这下骹咧是伫民雄宝兴大地的庙埕，我用文学办桌的方式，就是大家有看到这，就是有红色的椅桌甲椅呢，就属讲咱去食饭的意思。就逐间册店会出无共主题的菜，大家当去看卖。因为这个所在，这个庙是伫遮市区的所在，所以有真侪乡亲的人会经过，然后你来好奇，你来看看，也是带因囝，还是带因孙仔来踅踅安尼。这拢是平常时，阮无法度。平常时，遮的人客是较罕的去册店看看，所以阮把这活动办伫因平常时拢会去的庙，会经过的所在，安尼就互因有机会会当感觉讲，这册毋是遥不可及的物件，是伫因生活中就会当接受到的。尾这是伫嘉义的印89戏院，迄阵就是咧放迄个吴胜老师的纪录片，所以呢，阮伫戏院就是卖票的附近咧，办一个书展，互去看电影的民众嘛是有机会看到。除了市我嘛有办囝读的活动，这就是头拄迄个梦莹去参加的活动安尼。阮最近就是即几档，就是伫嘉义市区有用陈林宝笔买即本册，即本历史小说做基础来设计实境解谜的题目。希望讲互民众用较趣味的方式来熟悉陈林宝，伊是台湾第一位入选日本地震的画家。会当亲身行入去伊画内底的街头，安尼去了解伊生活的所在，伊画的所在，
佮有了解伊迄阵迄个时代互压迫的历史。但是无其实伊一生拢咧思考伊是倒位的人，因为迄阵是台湾互日本统治。但是日本人呢，看伊去日本读册的时阵，日本人看伊是南平来的台湾人。伊去中国教册的时阵，人看伊是日本人。但是呢，所以伊拢毋知，伊都一直咧想讲，伊到底是日本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伫伊的话，实在陈定波的话，伊嘛会当实在讲，伊嘛是记录着嘉义现代化的过程。像讲伊的话有一幅图，伊伫搭地火条画伫迄个中足明显的所在。伊即马画图的构图可能袂安尼画，但是安尼咱就知影讲电火条伫迄个时阵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伊要特别搭画伫中安尼，大家较会注意着。这是一个有电现代化的代表安尼。希望透过行读，大家会当看册，大家会当知影册毋单是用目睭看，嘛是会当用骹、用手、甲用心去体会。刷落来呢，要大家讲，就是讲豆腐册店过去即几冬参与社会议题行动。因为对咱来讲，册店是搭一个卖册所在嘛，是一个讨论议题，然后会当交大家做伙行动的一个所在。毋知影大家对2018年的公投都有印象无？迄时间呢，就是册店就是互志工讨论，互民众来签名，嘛是放物件的空间。迄届的公投有几个题目，其中有5个呢，就是即马画面中即5个是交性别有关系。简单来讲，就是讲要讨论讲，啥会当结婚要安规定，搁有伫学校性别教育的规定安尼。咱会当伫下骹看到这个公投的结果，就是讲大部分大概有6-7成的民众。赞成讲民法规定讲，大家一个查甫会当结婚，是两个查甫就爱用其他的方式。这是啥物意思呢？是讲大部分人认为两个查甫也是两个查某比一个查甫较低一等，所以咧无法度用同款的法律来规定来结婚来做伙。即个公投的结果呢，互真侪同志朋友，尤其是少年的，感觉真挫败、真失志。所以呢，伫2019年4月份的时阵，阮交一群志工就做伙办嘉义彩虹生活节，希望讲透过这个活动，这是第一摆嘉义有遮大型的同志的活动。希望讲多元性别的朋友会当伫嘉义嘛是感受到支持甲尊重。互大家了解讲，爱是无分别的，每一个人应该拢爱互人温柔对待。毋过大家应该伫婚姻嘛有感受到，应该可能嘛会晓着讲，嘉义是一个小可较保守的所在。嘉义当有分东区、西区，嘛是一个规模真细的城市。所以呢，你若行伫路面，真有可能会拄着熟悉的人。真侪同志朋友呢，因嘛是交厝内的人住做伙，厝内人可能嘛无太清楚因的身份，所以呢，一般想讲伫台北还是台南，同志的活动拢是用游行来办。我认为讲用游行这么公开的方式，对嘉义人来讲，可能伤刺激。所以呢，阮就是选一个小可开放，但是都小可封闭的所在的方式来办，用生活节市集的方式来办。地点选伫嘉义火车头边仔一个古酒厂，安尼外地来的人嘛是真方便。迄个酒厂呢，平常是人就来去的，去散步去运动。所以呢，安尼嘛有机会，互嘉义的民众会当接受到多元性别
这活动呢，主要就是强调咱的生活中，伫食衣住行娱乐各行各业，拢有同志的拢会看到同志的声音啊，的背影安尼。所以，咱就是免烦恼讲，受到欺负。迄阵有做一场同志友善店家的地图，我真意外，就是讲伫嘉义市，都有一寡嘉义县的所在，有100间的店家愿意支持，愿意徛出来。这是互迄阵因为公道受伤的朋友有足大的力量，甲一个互因知影讲，遮的所在，因是会当安心去遐食物件、买物件的所在安尼。伫市集的进前呢，我有办一寡活动，想讲这就是一寡讲座，是无共的主题。这顶悬呢，这是一位女同志作家陈一如，伊的册叫《泥地自红》，伊咧写伊伫安尼的陶土的过程想到伊的女性的身躯甲女性的情欲一寡心得的分享安尼。下骹这个是男同志作家唐默咧，伊的册叫《违章纪念日》，咧讲伊因为这个同志的身份，自细汉到大汉，伊的生活、伊的经验、伊的故事。顶悬呢，这是一位女性的建筑师叫江乐静，咧分享讲，因为咱嘛拢知影建筑这个行业内底大部分拢是查甫的，伫因这个查甫较侪职业内底，伊要怎用伊的温柔的设计的想法甲角度去向看到伊的特色，甲做出差异化着。尾仔这是一种叫做舞劲的舞蹈，伊是这种舞是交就是对较早大概70年代开始伫美国遐的男同志变装文化开始演变过来的，所以是一种交性别真有关系的舞蹈，会当互也会当展现阳刚，也可以展现阴柔，所以呢，对伫这个生活节的活动来用这种方式去熟悉，会当打破迄个性别的框架。除了大人的活动，我嘛有设计互囡仔的活动，就讲听故事，也是讲会当手去设计。每一个人要穿的衫，要生做安那，要用啥物设计。希望讲囡仔自细汉就会知影讲，每一个人拢是特别的，无同的性别嘛是拢爱尊重。这是市集迄天的一寡相片。除了迄天来差不多10000外的人，是伫嘉义来讲，实在是真侪人来参加。主要嘛是有一寡外县市的朋友，除了讲有一寡较少年的同志，嘛有一寡年纪差不多可能60、70岁的同志，我是感觉真难得，因为伫因古早时代要参加这种活动，可能会有做压力。所以呢，因来参加，因愿意行出来参加同志的活动，我是感觉因真勇敢，才会做出这个决定安尼。嘛有真侪大人带囡仔，规个家庭来参加，都有因为单位有真侪有一寡除了有一寡少年仔咧卖一寡文创商品卖食以外。我嘛邀请嘉义在地一寡 NGO 团体环境的还是做烧烫伤的各方面的
嘛有邀请咧乐龄食堂的长辈来卖食的，感觉伫迄个场所啊有少年仔有囡仔，有少年仔有囡仔啊有大人，有是大人，拢毋管因是介意查某还是介意查某，拢做伙伫迄个活动食，感觉诚趣味。我伫现场看到一对的爱人牵手，是感觉真感动的，伫家己看到即种画面。除了性别以外，我嘛相信讲一间册店，袂使当有卖册嘛，是爱交这个社会有关系。因为即马无可能是政治归政治，册店归册店，所以呢，这过去即几冬，豆腐册店除了公投罢免，拢是公民行动的据点。嘛有参加在地一寡议题，像讲这嘉义旧市公所的保存，阁有铁路高架化的抗议，拢希望大家当思考着讲，咱到底嘉义这个城市要安发展，是要当有大楼，还是嘛要保留一寡有历史的建筑，有大家的历史、大家的故事传落去。我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啊？嘿，差不多。尾啊，我得简单讲的，就是阮嘛是有，因为有实在一寡NGO 的朋友，所以呢，开店以后，阮就有邀请因来分享，像讲一寡性别平权，还是劳动人权、废除死刑即种项的题目，伫家己拢有机会来交民众来做伙讨论，了解大家的想法安尼。好，我就差不多讲安尼，讲到这。好，多谢阿华今仔分享伊的这个主题，互阮有这个机会来熟悉伊的册店。所以即摆我对我的认知是讲，豆腐册店即摆是伫台湾独属是个二楼吗？是吗？还是？因为去年7月份迄丹纳斯洪台的关系，我们本迄个所在就是无继续做。即嘛刷去叫就规模缩小的村卖册部分，无做豆腐豆泥食的部分，刷去中山路到台湾图书室文化协会，伊是一个私人的阅读空间，免费的阅读空间，所以伫遐伊嘛是应该嘛是有780栋的厝啊，内底伊看到伊的木头的迄个构造是真水。所以伫内底会当有一部分是免费看的册，有一部分是豆腐册店咧卖册安尼。原来是安尼。真可惜袂用去食你做的迄个，无你的菜单看起来真好食。我想讲个热天会去行食，结果无因为我顶届是去这台湾读书时啦，我感觉这内底真正真好，因为伊内底真正有足侪甲台湾较有关系一寡册，来提供大家看，而且伊迄个空间。你行入去是感受到真正，你会感觉迄个所在足舒适的，想要一直等咧遐看内底的册。对，对。大家来嘉义有机会当来坐坐，因为伊伫市区，伫喷水池边尔，真近。对，所以其实我感觉独立册店真好，就是因为因拢会关注一寡社会议题，互即寡议题会用互在地民众去做讨论，也是有在地民众会用去有一寡方式来了解即寡社会发生的代志。对，无毋对，我感觉这其实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啦。因为尾仔阮就会定走去家己，我拢感觉混认无啥物即款的事。进前是有几间可能拢收起来啊。我想要开始做一个较认真的公民了，就收起来。对其实去嘉义嘛真近，因为阮过去差不多嘛是30分钟就会到，所以我其实嘛是真鼓励，就是咱社团的人，若是对这社会议题有想要较熟悉，还是
有闲毋知要去倒位行行，我感觉家己这是一个好所在，会用去大家会用去行行安尼。我遮有放一个阮店的美妆液，啊，逐个也有活动，也是一寡想法拢会放伫顶悬，啊，逐个也有兴趣，嘛会当来 follow 阮的即个脸书，安尼也有活动，也有兴趣会当来参加安尼。好啊好啊，啊，我会搁甲，我嘛会甲连接等入阮群组，啊，若有兴趣的人拢会使去追踪来看觅。好，我感觉带囡仔去嘛真好啊，对，因为迄我嘛是有思考过，若是我的囡仔有一天甲我讲伊介意查某的安怎，对，就是我感觉这真好，会用一寡册去甲伊引导，讲伊若无定伊身躯边有一寡即款的朋友安尼。好，啊，咱今仔时间其实差不多啊，多谢今仔日大家来参加。安尼，咱后个月我嘛有邀请后个月一个人来分享无共款的主题。啊，多谢大家，嘛多谢阿华今仔日的分享。多谢大家，再会。再会。